話俾我聽。食完先話俾我聽。魚仙女啊！可以啦。你點啊？師奶，你係點㗎？你係？我都係影相㗎。咁你唔該你有個少少好冇？垃圾桶嗰邊唔該。係，準備兩個之後女先。係，準備1、2、3，跳。哇，好靚！再嚟多張，頭先呢個。瑤瑤準備1、2、3，跳！睇到你個樣㗎。咁㗎你啊？你左一隻飛嘛？有咁飛㗎。呀飛！1、2、3，跳！咁肉酸嘅，我唔幫你影咯，我同姐姐影先，我幫姐姐影先。1、2、3。